來關心咱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是連續7禮拜攏升懸咯，進入到流行期。根據着疾管署上最新的統計，頂禮拜問急診就醫人次有10605人次，42例本土重症含2例本土死亡病例。而58月中會來到疫情高峰，基層的醫生也講咧，10月來互醫生看有2、3個就是這新冠肺炎的患者，真濟人攏會發燒含腦後痛。真正來得甲醫生講看醫生的原因含鏡頭，但是每講一句話，患者攏有夠痛的，有可能感受會到新冠肺炎。光講話就會很痛，更不要說吃東西、喝水都會。有跟沒有篩出來。就新冠現在流行很久了，就比較不會害怕，而且又有打疫苗。觀察基層的診所，下晡門診的時間一到，一大堆人都入來看醫生。真濟人唔是發燒，就是腦後痛。診所的醫師講，最近確實有感覺到新冠肺炎的患者變濟啊。裡面大概至少有2、3個以上是新冠，尤其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裡面，發燒啊、喉嚨痛啊，還有比較明顯的全身倦怠的感覺。根據疾管署的統計，國內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連續7禮拜星期二進入流行期。頂禮拜問急診就診的有10605人次，含前一禮拜比是加117.4%。頂禮拜新增加4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，2例本土死亡的病例。資料顯示講，國內重症的病例主要是65歲以上的老大人和慢性病的患者較多數，有9成以上攏無注這季的新冠肺炎的疫苗。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的就診率，台北區、北區、南區和高屏區攏增加超過100%，去的幅度上大的是中區增加126.3%，東區嘛增加87.4%。大概預估在8月16這一週會到達最高點，上這個單週的就診人次大概會到5.1萬左右那之後會進入可能1、2週的高原期然後等9月上旬的時候再開始會有明顯的一個下降。疾管署指出講，這禮拜會配送10.8萬劑的新冠疫苗給各地衛生局，因為最近新冠疫苗的疫情升溫，頂禮拜注疫苗的人是明顯增加翻3倍。市衛生局表示講，暗算31會對台北市聯醫12區院外門診部注新冠疫苗，恢復到全市新冠疫苗合約的醫療院所，攏會當注新冠疫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